下来呢，你就正式来进入到主题哈。我开始讲音标以前呢，你先简单的讲一下音节哈。你汉语啊，客家话咩係漢語嘅一部分哈。漢語呢，音節呢當中有嘅，你也講嘅所有嘅發嘅所有嘅聲啊，講一個是一個聲啊，就係一個音節啊。也大家看到也有一個音節嘅結構嘅表你看到音節有乜呢？有聲母有韻母，韓國呢有一個聲調聲調聲調呢係漢語嘅特色，聲調係輕鬆嘢嘅好似大家看到一個表聲調係包括幾個音節嘅聲母呢佢獨立。韻母底本呢有結音、主要連音，還個韻味做嚟切到一三嘅單位，還做嚟切一三嘅底本呢聲調然主要連音係輕鬆嘢嘅，係做唔得咳嗽嘅，係做唔得咳嗽嘅。你發嚟一個聲音底本經常會有連音，主要連音，韓國呢就會聲調，也係對你客家話嚟講啦，好，三類，大家看到一個表咧，聲母呢，佢係一般嚟講係很多輔音，輔音，韻母呢，佢主要連音，看到佢就係有連音嘛，後邊呢，韻味嘅部分呢，佢會有連音，也有可能會有輔音，輔音呢有舌音，還有鼻音，一條部分。大家看到一表看到一條名詞可能會知道哇，有咁難大家放心，一條部分都後邊你來講。開始來看一個符號嘅時間呢，一條學術嘅名詞、專有嘅名詞，大家就容易唔記得伊，唔記得伊，因為你呢主要呢係希望大家呢唔看到符號做得容易發音，韓國自家會讀出來嘅字呢，唔曉得用嘅符號去容易拼寫出來就好咧。故所以看到嘅一個表嘅呢。是相當挑難也係先來本大家有個觀念你寫拼音嘅時間，因為佢係做嚟切按到一個結構做嚟切開來嘅，所以你要一個來講，一個來講好，對音節有基本嘅了解，你下來就會看一個範例大家看到也有兩個詞老師用兩個詞來舉例一個係短，一個係短講國語上過一排呢就係國語短，佢不會用嘅音標，國語嘅音標呢係用漢語拼音大家看到聲母的介音呢烏，主要原因韻尾那拼寫出來呢就會短聲調三聲啲客話呢短，你就看到客話咯，國語係有一種差咯，客話就冇介音客話就冇介音，你拼寫出來聲母還係的主要連音韻味聲調還蠻講啦就按呢就做得正確嘅拼寫出來下邊嘅呢比大家看到國語讀作愛，聲母冇聲母，介音冇介音，主要連音韻味
客家话呢，客家话读作愛，後尾同樣佢無聲母，無結音，也係本客家看，家下面前安尼講啊，一個音節地位最重要，最重要就係一定要有乜嘢，一定要有聲調，一定要有乜嘢，一定要有主要原因，兩個你也就看到，大家看到聲母原來聲母係做得缺少嘅，做得無聲母嘅，結音也不見得會出現，無聽錯有出現，韻味嘅部分呢，係本客家看，韻味有可能係原因，像下背也就愛啊，愛詩出現呢個韻味就係原因，嘅短詩一隻詩嘅韻味呢，就係輔音，就係輔音，當然韻味也有可能係冇出現啦，也有可能冇，聲調呢就聽錯會有嘅，聽錯會有嘅，嘅愛過年嘅愛啊，聲調冇寫出來，大家都知後擺呢個注音符號啊，一聲字的聲調呢是省略的，其實佢唔係冇聲調啦，佢係省略，叫做聲調聽錯有，主要原因聽錯會有，聽錯會有，安尼大家就了解有基本嘅觀念，基本嘅觀念。你基本嘅課程主要就係希望大家看到詩，就得攞嚟寫出來，就得攞嚟寫出來。